主后2023年6月22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我要永远上赞上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30篇。上主啊，我要尊你做至权，因为你有提拔我，无我的对敌对我夸口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求叫你，你有医好我。上主啊，你对阴府甲我救出来，你互我活地免入梦空空。上主圣的子民啊，恁着唱歌学乐伊，称赞伊的圣名。伊的寿气只有一时仔久，伊的恩典到一世人。虽然规暝有天哭，天一个光就欢喜。伫我顺利的时，我捌讲，我永远袂动摇。上主啊，你是阮，我亲像山徛在在，你黄面毋看我，我就惊吓。上主啊，我求叫你，我对上主求怜悯讲，我死入梦有啥利益？土粉减会称赞你，减会褒扬你的信息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，怜悯我。上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你有将我的啼哭变做跳舞，将我的满衫脱起来，用欢喜做大甲我下。安尼，我的心神就袂恬恬，会唱歌称赞你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我要永远上赞上主。信仰将来就毋单单是个人的代志，也是关系群体的代志。诗篇30篇拄好通为即句话做上好的注解。就是希伯来文的标题，台笔的诗奉献圣殿的歌，讲述台笔个人对上帝所领受的拯救恩典，也伫献殿的时，邀请信仰群体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诗篇30篇的起头，写着个人上赞上帝医治的恩典，以及上赞上帝的看顾。诗人伫领受体会上帝的恩典中，也邀请群众甲伊做伙向上帝感谢。诗人安尼见证，伊的寿气只有一时仔久，伊的恩典到一世人。诗人台笔经验到的上帝是一位信实、施行慈爱的神，伊毋尔简单互黑暗暝转变做明亮的清早，也互伊的啼哭变做跳舞，用喜乐代替悲哀。所以，伊做一个决定，就是宣告：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当人亲身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就会驱使人去为群体做代志。诗歌本基督是主有一首歌传互人，最后一句歌词写讲：救主的疼已经临到我，我要去传互人。台笔对上帝领受恩典的经历，毋尔互伊定义要唱歌学乐上帝直到永远，也致力带领人民来感谢上帝。这举动拍破一般信仰是属于个人的观念和想法，互人看见个人伫信仰的领受和作为，也通诚侪影响带动群体的力量。使徒保罗也同款，当基督的能力伫伊的身上，保罗个人性命有转变。搁诚侪众人所知宣扬福音的使徒，因为安尼伊个别毋是夸耀家己的才能，是爱夸耀家己的软弱，因为
基督能力在保护我。哥林多后书12章第9節。也亲像其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词者John Newton，因为个人经历受上帝赎回，了致力伫传扬福音见证，情我失丧，打受找回，失明打得看见。因为福音带予John Newton生命改变，予伊后来诚侪致力废除恶人奴隶的英国议员 William Wilberforce 追随的典范。伊所做的诗歌也诚做真侪人的祝福。搁亲像香港反送中纪录片《时代革命》的导演周冠威公开声明，伊是因为基督信仰制作这支片。透过今仔日所读的这首诗篇，以及历代军队主的圣徒的见证，拢予人看见，当咱领受福音，决志要军队主到永远的时，就无搁再是家己的代志。咱通伫彼此分享和见证中间，引带人来认捌主，诚侪别人生命的祝福。默想，我安怎伫个人的信仰体会经历中，透过分享甲见证，实际诚侪带动别人追找信仰的力量和帮赞。我安怎伫个人的信仰体会经历中，透过分享甲见证，实际诚侪带动别人追找信仰的力量和帮赞咧。咱来祈祷，赐人性命的主，感谢你拣选我，予我有福气诚做你的儿女。求你帮助我，会当将这份恩典分享出去，予我的信仰毋简单，只有顾家己的事，也诚做别人的祝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